滑板的代志要哪讲？唔知。哦，安尼卡过呀。哈，哦，这会散哦。我安尼，我这伤紧。我嘛想要去摸看卖咧。外头要叫啥物啊？今仔日吼就是中秋节啦，祝你吼中秋节快乐！阿嬷，咱台语吼，足侪即马有较早无的外来语哦，我甲你考看卖好无？来，你要甲我考，吼，我甲你讲，你唔通哦看猫的无点呢。来，球棒、巴达摔跤、啊，这顶礼拜有教过，叫做小燕、相扑、相扑、阿肥小燕。哎呦，袂歹哦，哎，滑板、滑板、出板，袂晓啊吼。袂晓。咱来看影题啦。哎呦，这是困难的呢。滑板的代志要哪讲？唔知。这不知道滑怎么讲哎，滑板是帮。你家哪有一个草莓啊？对一个字啊，帮，还个粗帮。粗哦，粗。粗是动词。哦，用粗啦，嘿啦。哦，还是讲咱。哎呀，我讲过唔对。迄个粗溜咯，就是溜滑梯嘛，就是对悬的所在触落来。帮，咱台语讲是用帮啦。吼，咱就讲它叫替帮，所以咱就甲咱台语原来的动词粗，甲即个咱本来就咧讲的帮来夹做伙。就是呢，搭伫顶面吼，啊，你就会粗向头前去，啊，迄个是地帮，我要加水。粗帮咧。原来哦，滑板台语叫做粗帮啦，我查一字尔，这帮啊。好啦好啦好，安尼你有准备好啊未？啥物？准备来做运动都啊！在做运动。哎呦，要谁？靠前后壁，哈，靠前后壁来为超前进。超前。进哦。对哦，做一遍子。哦。2、3、4、5、6，开始。哎，这个你像忝哦。正脚头前后。头前后壁。正脚倒脚，正脚倒脚，正脚倒脚，正脚。哦哦，我安尼腰神会腰。哦，安尼卡过呀。哈，哦，这会散哦。我安尼，我这伤紧啊。哦，我迄陈水义他们搞咧死呢。哦，腰神哦。哦，我爱摆 pose。哦，你雄，我差一寸。哎呦，阿嬷，你私底下拢有在练吼，你嘛免惊。啥物免惊？惊到要死啊！毋过吼较像影咧，我无像迄像陈水义啊，无像伊安尼穿皮皮啦，我嘛是有咧练的，我跟你讲。阿嬷搁伫遐咧唱show啊啦。台语文看麦。好，过来摸看卖吼。哎，我嘛想要去摸看卖咧。哦哦哦，哎，我做迄个棉袄滑脱。哦，棉袄就对啦。敢若牛仔皮？唔是啦，哦，迄唔是牛仔皮啊，还是迄外头要叫啥物啊？哎呦，叫啥物？是应该有一个公馆。棉皮外头呀。无什么，伊算迄种。软啊外头。寒天咧穿的。寒天咧穿的。寒天咧穿的。羽绒外套。叫华语叫羽绒外套，啊，迄个棉皮外头。羽绒外套。有毛的外套。叫毛吗？叫毛。叫毛。水哦，外套袂歹哦。敢是？叫毛外套。哦，真的哦，是安尼讲。迄个鸟毛外套啊，敢有其他的讲法？有啊，要知影鸟仔毛外套的其他讲法，爱记得收看咱的。哎呦，安那受伤啦？哎呦，讲袂听啦，哦，应该食遐。安那走去救急？你喺偷听呢？讲伫喺偷听啦。哎呦，迄个间谍，搁去参加游行，结果搁有警察派。这出吼马上就要来到精彩大结局哦，大家爱紧去看哦。遮紧哦，阿嬷，今仔日吼就是中秋节啦，祝你吼中秋节快乐。哦，真好，阿狗。哎呦，我看一下有过。好心好对钱，无你卖食啦。谁要卖食？我甲你。来，行来。我家己食。呀，过期吗？我刚刚念什么？我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念什么。变谁啊？哎呦，那个间谍个找你参加游行，爱欢乐嘞！阿妈，你麦会嘣嘣吗？中秋节快乐，耶！继续来讲，
要好起来。